大家好，歡迎收聽洗錢追蹤，我係主持人老新。洗錢追蹤係一個專門揭露金融犯罪案件嘅 podcast，我哋將會喺7月份正式上線，敬請期待。每一集我都會用真實嘅案件作為起點，帶各位聽眾了解背後嘅操作，睇黑錢嘅手法，再分享點樣識別同埋預防。作為一個80後，我哋呢班末代嘅 Gen X 經歷過冇互聯網嘅時代，亦都因為手提電話喺90年代中嘅普及，令到我哋成為第一批擁抱數碼時代嘅人。記得嗰陣我媽有部 Motorola 嘅摺機，就係嗰時好 hit 嗰部 StarTAC。有時我同朋友出街玩，佢就會叫我袋住，方便佢催我返屋企食飯啊嘛。嗰個年代，一班朋友得閒都中意去唱 K， 或者去下機鋪咁。相信唔少聽眾都經歷過跟機打街霸呢個時代。記得有一次，我哋一班人喺機鋪玩玩下，有個阿婆好心急咁行埋嚟問我：唔好意思啊，可唔可以借個電話俾我打？我揾咗好耐都揾唔到我個孫。我諗咗一陣，心諗阿婆嚟嘅啫，就咁我就借咗部電話俾佢打啦。佢當時一直都喺我視線範圍內撳電話打俾個孫，所以我就繼續挫我嘅升龍拳，完全冇懷疑過阿婆眨咗個眼，就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。嗰次係我人生第一次俾人呃。以前呢類騙案處理犯罪得益，對騙徒嚟講呢，相對簡單，呃完部電話拎佢二手鋪放咗去，收翻 cash， 代代平安。但係喺而家呢個世界，各式各樣嘅投資騙局、電話騙案、網絡攻擊，已經變成罪犯最常用、最有利可圖嘅手段。但無論係乜嘢犯案手法，幾複雜都好啦，最後都離唔開一個步驟，就係要將啲黑錢洗白。嚟緊1年幾集，我哋會揭開一個由國家資助、專門入侵全球金融體系，一個叫拉撒路集團 （Lazarus Group）嘅黑客組織所犯嘅案件。如果你都中意聽呢一類真實嘅金融犯罪故事，或者想了解多啲呢方面嘅資訊，記得訂閱、留言，同身邊嘅朋友分享洗錢追蹤。我係主持人老新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